雖然各種教育經典還是意識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攏積極重視公益自身甲社會事業。114年，擔起宗教團體興辦社會公益事業的績優表揚大會，其中委託馬親自校長一一頒獎。尤其是今年連續受到地震、風颱甲豪雨衝擊，都因為有宗教團體慈悲為懷精神，出錢出力來投入，互災後重建早一天完成。宗教勸人為善，除了互咱的百姓求心靈上的這個平靜以外，嘛會當對着社會公益秉持着咱的新奇這個慈悲為懷的宗教這個慈悲心來幫助社會弱勢的人，也是受災的災民。這點呢非常非常感恩，所以今日借這個機會再次代表咱186萬市民朋友，感謝咱的宗教團體。今年除了接受表揚的99間宗教團體，績優的各區域嘛有區長等代表來接受市長表揚，同時內政部宗教禮祭司長林進祿嘛校長見證祝賀。今日新聞阮吉採訪報道。